看看，我没看清。坏了！汾州1年了，你终于记起我了。我希望你解释一下你发过来的报告。之前的报告是我伪造的，你现在看到的才是真的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还不明白吗？只有你和周小飞熟了，我才有机会啊。那你为什么又要寄给我？我就想赌一赌，赌一赌，对我还有没有情分。要是有的话，就会打开快递，知道真相。要是没有的话，就永远不在故里。现在一定很生气吧？我不想再看见你。既然永远不爱我的话，那恨我也不错。妈，这么着急找我什么事儿啊？我们马上就得赶飞机了。妈想跟你聊聊你跟周晓分手的原因。都过去这么久了，没什么好聊的。是因为那个基因检测报告跟他分的手吧？你怎么知道？上厕所的时候我偷看的呗。然后刚才我又偷听了你跟依纯打电话。妈，你别……没，还真的没什么，只是觉得又是因为我拖了你的后腿呗。你别这么想，是我的错。哎呀，儿子，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呢？其实，我之前已经去学校看过周晓了，他现在过得挺好的。当时也是我提的分手，我不想再去打扰他平静的生活。这不是你的性格啊！哦，妈妈的病好了，你又生病了。对不起啊，对不起。其实我知道，不是每个人啊都有资格做父母的。